到底人生嘅意義係啲咩？反正我哋終有一日咧都會離開呢個世界，反正地球遲早都會玩完，塵世間所有嘅愛恨情仇，最終都會喺呢個浩瀚宇宙入邊變成塵埃。咁我哋到底為咗啲乜嘢而努力？有人覺得人生就係要今朝有酒今朝醉，開心就好，唔使諗太多。但我認為呢種諗法太過膚淺啦。真正嘅人生意義唔係追求感官上嘅短暫快樂，而係喺無常之中揾到屬於自己嘅價值。可能係成長，係貢獻，係堅持做緊一件有意義嘅事啊。喺馬斯洛需求層次入邊咧有講過咧，人生最高嘅價值同埋幸福感咧，其實係來自自我實現啊。你要訂立一個目標俾自己，並且不顧一切咁樣勇往直前，先至可以成長，先可以成為一個出色嘅人。如果你驚辛苦怕痛苦，就放棄，咁你就大膽承認自己係廢物先。但係記得唔好抱怨話世界對你唔公平，唔好埋怨你條命生得唔好，因為係你冇努力令自己更幸福。但係當你學習唔責怪別人嘅時候，你嘅內心就會變得強大，你亦都會感受到前所未有嘅充實感。就算結局都一樣喎，但過程可以唔同。有啲人去到一生，有啲人用一生去發光。而你點過呢，就決定咗你喺宇宙消散前係一道火花，定只係一粒塵。如果你想更深入學習股票同思維成長，記得 like、subscribe，仲要撳埋個鐘仔。我係 Liu 睇完嘅龍。